1971年，一間承載住基督信仰同埋愛心嘅學校喺屯門新發村誕生。半個世紀以嚟，雖然校舍改變咗，但係我哋嘅初心始終如一。學校一直同學生、家長、校友以及教會並肩同行，致力打造一個充滿愛同希望嘅校園。我哋亦運用創新科技嚟推動教學、優化課程，裝備好小朋友面對未來挑戰嘅能力，讓愛化作光芒，照亮成長路，令夢想喺呢度綻放精彩。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喺1971年創辦，係區會喺屯門區第2間直屬小學。校名係為咗紀念1845年喺香港被安立嘅首位華人牧師何福堂牧師。70年代，隨住政府發展屯門新市鎮，何福堂小學最初喺新發村建校，成為當時區內第一間屋邨小學。直到2000年，配合西鐵屯門站嘅發展，新發村被收回，學校就喺2001年搬到同區嘅龍門居。校舍亦由30年前6層高嘅火柴盒小學換成當時屯門區第一間最新式嘅千禧校舍。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嘅辦學目的係透過學校傳道服務，而我哋嘅校訓係以識真理，真理識以。呢句說話出自約翰福音8章32節，意思係你哋必須曉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哋得到自由。我哋歷任校長同埋教師團隊都以推行全人教育為己任，秉承區會並肩培育豐盛生命，攜手見證基督大愛嘅願景。除咗培育青少年嘅優良品德、高雅情操同埋豐富學識之外，更期望佢哋有健康嘅人生態度、正確嘅價值觀以及強烈嘅社會意識。學校重視對學生嘅全面照顧，除咗學業成績，亦為學生提供多姿多彩嘅校園生活，促進佢哋喺身心靈3方面得到均衡發展，效法基督，嚮往公義，追求真理，活出豐盛生命。時至今日，教師團隊積極培養學生嘅學習態度同埋自信，等小朋友喺充滿關愛嘅校園入面享受學習。學校積極推動創新教育，並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，設立咗 STEAM Room 同埋 ITPC Room 呢2個學習空間，分別透過科學探究、動手實作同埋編程教育，提升學生嘅創意、邏輯思維、科技能力同埋跨學科解難素養。我哋嘅創新教育成果屢獲肯定，近年先後榮獲香港中小企創新大賽小學創新銀獎，連續3年喺一生一發明創意設計大賽奪得創意設計杯，仲連續2年獲得全港小學野外大搜查金獎。喺粵港澳信息科技大賽入面，我哋更以香港代表身份去到珠海參賽，成績非常優異。呢啲獎項充分展現咗學生喺創意同埋科技方面嘅卓越表現。同時，航天教育喺近年亦成為咗一大亮點，學生去到海南文昌近距離觀察火箭發射，甚至同航天專家交流。學校亦安排唔同活動，等學生認識國家喺航天科技上嘅突破，培養面向世界、胸懷宇宙嘅視野。體育方面，同學多年嚟積極參與各項全港學界賽事，包括田徑、游泳、乒乓球、女子5人足球等等。學生憑住堅毅不屈、團結拼搏嘅精神，喺賽場上全力以赴，屢創佳績。近呢10年，我哋嘅運動員無論喺個人定團體項目，都展現強大嘅潛能同實力。至於喺中國舞方面，學生不畏艱辛，長期刻苦訓練，成果非常豐碩。舞蹈組喺第62屆學校舞蹈節
憑住中國舞群舞攞到優等獎。此外，學校仲建立咗蝴蝶園，等學生透過生命探索活動，學識堅毅、關懷同埋責任感。為咗傳承何小55載嘅故事，學校特別將3樓多用途室裝修成校史室，珍藏一代又一代人嘅足跡。今日係校史室開幕嘅日子，呢個地方可以等學生學識感恩，明白何福堂小學今日嘅美好，係由好多人一齊努力孕育出嚟嘅成果。展望未來，何福堂小學會持續邁步向前，同社區、家長及教會攜手，培育心靈堅實、關懷社會、貢獻國家嘅新一代。今日你以何小為榮，他日何小以你為傲。